2025年澳門全新路線，記得先點讚收藏啊！今日帶大家去食飯打卡。今天鍾老師怎麼沒來呀？唉，唔好提啦，今晚佢話煮飯俾我食，去咗買餸。哎呀！見到呢個公仔頭就知道我哋嚟咗第一集夢幻花園。少女嘅嘢都唔係咁適合我，最好有鐘老師喺度。第二站青州大馬路打卡場。唉，最衰鐘老師唔喺度。給我一杯忘情水。嚟到呢一區，梗係要嚟李家菜食嘢啦。佢哋嘅辣椒煮生蠔同海鹽花鹿焗雞正到爆啊！第三站油漢街市公園。問世間情為何物，直到我變成一個雞蛋仔。唉，天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。曾經有一份葡撻擺我面前，但我冇去珍惜，直到佢變成裝飾品。嚟到油漢公園一定要嚟呢度，因為呢度2樓同3樓都係澳門本地嘅地道美食。澳門見到呢啲價錢，簡直係平民價，就好似呢啲細個食到大啊！活動由今日起至10月13號喺北區舉行，現場仲有攤位遊戲玩同表演睇啊！仲唔快啲過嚟澳門打卡？記得關注咩東東？還有我們剛很騷。